歡迎收聽福音清談節目《號角聲》。歡迎收聽《號角聲》。《號角月報》3月號嘅主題係誠實面對。喺呢一個充滿謊話嘅世界，講真話其實唔容易。好多時我哋會選擇隱瞞、包裝，甚至對自己都唔夠誠實。點樣先可以喺複雜嘅生活裏面重新學識誠實面對自己呢？梁林天惠博士會同我哋分享。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唱誠實話歌嘅喎。咁第一節咧就係話，無論事情怎麼樣，常講誠實話；無論生活閒或忙，常講誠實話。永不離棄這良規，深深印在你心懷。寫在左右常思維，常講誠實話。咁另外嗰幾節咧就講到謊話咧，好容易變成習慣嘅，而甘心造假咧就係懦夫所為喎。咁文過飾非，即係不斷咁樣去冚住自己啲錯咧，就會將件事越整越弊嘅。咁我好欣賞呢首歌嘅，可惜咧喺今日嘅社會裏頭咧，誠實作為人格嘅特徵咧，已經好少人提起啦。我又曾經同我個仔咧，當佢成長嘅時候咧，係傾起誠實咧有幾重要。解釋咧，如果人係慣性咁講大話咧，其他人會對佢失去信任嘅，就好似信用卡咧慢慢咧係失效一樣。更可怕嘅咧係講大話嘅人咧，會連自己咧都漸漸唔相信自己。咁再睇翻今日嘅世界咧，人咧往往係利用各種嘅方法咧，為自己去辯護嘅。咁或者喺法庭裏頭咧，好多律師咧就話呢件事完全唔係某人嘅錯，因為佢咧係被害者，亦都振振有詞可能會講咧，白色嘅謊言咧係無傷大雅嘅，最緊要咧係有助你脫罪。咁所以而家嘅世界咧，謊言咧包括咗粗言穢語啦，四圍都係嘅，甚至喺西方咧所謂嗰啲言論自由嘅國家咧，新聞報導嘅消息咧已經越嚟越唔可信喎。大部分嘅媒體後邊咧都係由國家或者大財團去支配嘅，咁被委託嗰一方咧就會要求咧呢啲媒體咧作出有利於佢嘅報導，咁呢啲已經好普遍啦。有時咧我哋都唔知點樣去 fact check，因為都無可 check 啊。結果咧就係呢啲言論咧係令到某一啲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嘅睇法咧係好唔同嘅。咁而佢嘅立場咧係融咗入去個故事裏頭，正如好似一啲賣廣告嘅人咧，佢作古仔咧去推介自己嘅貨品一樣嘅。咁講咗好多好多嘅時候咧，觀眾咧就覺得以為係真嘅，以為係真相。咁所以唔同地區或者國家嘅人咧睇法咧會越行越遠喎，係好難咧建立共識同埋信任。更加可怕嘅咧，青少年自小咧係受社交媒體咧洗禮，好多人咧為自己咧打造美好嘅形象啦，以求咧去用完美嘅社交形象咧去成為網紅，又或者去吸引一啲愛慕者，甚至咧喺個網上咧係去揾終身結婚嘅伴侶喎。咁呢啲嘅趨勢咧係令人好擔憂嘅，因為咧呢啲關係咧係建立喺人工製作或者加工嘅基礎上面，點樣能夠建立互信呢？就真係要問下你先知啦。咁謊言另外一啲可怕嘅地方呢，就係有時咧謊言係似是而非嘅，講大話嘅人嘅動機或者原意呢，未必係完全出於惡嘅喎。但係謊言一出呢，就可能要講更多嘅謊言，亦都要咧可能要引發聽者嘅反應咧，係會帶嚟更壞、更虛假嘅後果嘅，因為會彼此報復，互相咧係去對罵等等。咁我就諗起咧，從開始嘅時候，撒旦咧係誘惑夏娃咧去用咩方法咧？就係話你食咗呢一個果咧，唔一定會死嘅喎，而係會變成更加似上帝。咁啊，好似似是而非啦，係咪？咁而亞當同夏娃犯咗罪之後咧，更加用各種各樣嘅藉口啦、推卸啦、怪罪於其他人，最緊要咧係為自己脫罪。嗱，聖經咧係好嚴厲嘅去教導有關謊言。佢話咧，
你哋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咧講真嘅話喎，因為我哋係互相為肢體嘅。我哋要咧對住鄰舍咧講真實嘅説話，因為咧喺城門口咧將會有真正嘅公平嚟審判。冇人咧係要用心裏頭嘅計謀咧去害鄰舍，亦都唔可以起假誓，因為呢啲咧都係耶和華咧所恨惡嘅。咁嗱，我哋就咁睇到咧，就係不誠實咧，的確係會破壞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特別係社群當中嘅關係嘅。對我哋最影響得深遠嘅謊言咧，就係對自己同埋對上帝都唔誠實，唔面對自己嘅錯失。我記得有一次咧，有一班傾起關於家庭糾紛啊、家庭輔導嘅同事咧傾偈嘅，就話有啲乜嘢常見嘅方法去處理家庭糾紛咧？其中一啲嘅方法就係怪罪於其他人啦、講和啦。但係其實喺華人社會裏頭咧，最多見到嘅咧就係逃避，甚至咧係否定自己家裏頭有問題。咁喺夫婦關係裏頭咧，長期唔正視自己嘅矛盾咧，大家彼此嘅矛盾咧，係會令到呢個感情咧出現裂痕啦。有啲人咧甚至因為嬲怒，繼而動手啊，令到咧係家暴啦，一發不可收拾。咁所以喺家庭裏頭，如果人拒絕面對過失，又長期拒絕改變咧，真係實在會殃及池魚，令到成個家庭咧都陷入困境嘅。最近有一個好出名嘅基督徒嘅作家咧，就話自己有婚外情，佢承認公開承認有8年。咁佢向妻子同埋眾人道歉，咁從此咧就會封筆去安靜思過。其實咧成日都聽到內唔中就有牧者啊、領袖啊、知名人士咧爆出醜聞，有信仰嘅都一樣嘅。所以你會睇到咧講一套做一套咧，喺人面前建立完美嘅形象咧，係四圍都有嘅。咁所以咧，我哋要重新嘅諗下點樣能夠更新我哋自己嘅身心咧咁樣。其實喺天父面前嘅誠實咧，比表面嘅正確咧更加緊要嘅。耶和華咧係睇重內心，係勝於我哋嘅外表嘅。咁所以承認自己嘅不足，願意向天父承認軟弱，唔假裝做屬靈，唔遮掩自己嘅罪同埋掙扎咧，本身咧就係信心同埋靠主嘅表現，亦都係踏出改變嘅第一步。咁當我哋面對自己去承認錯失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會經歷到一種叫做內在嘅醫治。咁我哋可以去認真了解原生家庭點樣塑造自己啦，咁亦都要去幫助自己咧係要去改善啦。但係有時呢啲認知咧，只會為人咧製造更多嘅保護同埋藉口咧去維護自己個 part 嘅。聖經咧好清楚咁講，人係會犯錯。所以我哋要習慣咧去讀經、祈禱同埋求主咧向我哋展示真正嘅自己。喺雅各書嗰度講到，好似咧係雅各書嗰度講到咧，好似一塊鏡子咧去照明我哋自己真正嘅自我一樣，而唔係拒絕咧去面對自己，同埋多方藉口咧將個責任咧轉俾第二個人，唔肯改變。正如咧我哋悔改咧，唔單單係限於剛信耶穌嗰一刻去回轉歸正啦，而係我哋每日咧都要咁樣做嘅。好欣賞有啲教會咧將認罪悔過同埋禱告咧放入每週崇拜嘅程序當中，去提醒弟兄姊妹咧係要不斷咁樣去檢視自己。喺聖經裏頭講咧，遮掩自己嘅罪嘅咧必不亨通，承認同埋離棄罪過嘅咧必蒙憐恤。而大衛咧就話：我閉口不認罪嘅時候咧，心裏頭更多嘅傷痛，但係當我向你陳明我嘅罪咧，你就赦免我嘅罪。咁喺約翰一書係寫俾新信嘅信徒嘅咧，就話我哋如果認自己嘅罪，天父係信實嘅，係公義嘅，就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咁樣嚟睇咧，面對自己唔係一種軟弱，而係承擔屬於自己嘅一份責任，走向醫治同埋更新嘅道路。而誠實面對咧，正係聖經非常核心嘅價值。聖經談到誠實同埋面對自己同埋上帝、他人嘅時候，鼓勵我哋要用愛心去講誠實話，
咁呢一個做法咧，同華人嘅文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咧，好似有相似之處。正如主耶穌咧面對真理嘅時候咧，好執着，但係以溫柔嘅心咧去鼓勵人，包括曾經跌倒嘅啦，同埋咧係成日都喺罪裏頭嘅妓女啦等等，鼓勵佢哋回轉，誠實面對咧係屬上帝嘅人生命嘅特質同埋態度。